性的关不平定。那分到或者是三者，有什么叫做三者？三者叫做三性。过去性不可有，现在性不可有，未来性不可有，叫做三者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者叫做三性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者有性，过去性不可有，现在性不可有，未来性不可有，性不有，性袂使有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第10个本，叫做一天同分来内容，说过去性不可有，现在性不可有，未来性不可有。心不有，就是讲心袂使有啦，有着，有执着，有着，有着一切物件。心不有处，心无有一个有处，因为你心若有，你就生心嘛。哦，你心若有是你生心嘛，你生心嘛，你妄想。哦，心不有处，那叫做清净嘛。那你心无有，你的心不有处，心无一个处所，心无一个梦想，心无一个执着，安尼心不有处，妄言无，妄言就是讲妄想，妄想，咱理这世间中生出真侪妄想，生出真侪妄想，含义真侪妄言，所以讲安那，那我呐，咱金刚经。32里来讲，哦，伊讲安怎？伊讲，哦，迄个叫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映作如虚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，有为啊，哦，有为法，有为法。有为法就是讲，咱今日hand变着一切相法，因缘生法，相法，因缘生法叫做有为法。如梦幻泡影，就亲像迄个做梦，就亲像咱天咧落雨，落雨若比着迄个比着迄个噗，迄个泡影，一个如梦幻泡影，迄个泡。哦，迄个水泡，迄个水泡叫偌久，啥人无去啊？就参像你做嘛，愈落亦愈低，愈一时透早地当中，足侪露水，所无树仔内底当中，拢总淡薄落，但是迄个气光开起了，所有人都无去。愈咱愈落亦愈低，就参像闪电出现，迄个闪电啪一下。你看当中，你若是看门啊，迄个叫迄个手机啊，还是迄相机，你去伊袂着。按你讲起来，迄是啥都无去的物件。所以一切有为法，皆不是实法，该没实法，该没实法。所以咱而家来讲，这叫做妄言论。这个妄就是无实法的意思，言就是离妄。产生了妄想的物件，这个物件，如果你若是妄想，你的妄想去看言这句话，妄言无实，你这个妄想的言无生出来，安尼你就无。现在讲，因你无妄言，一定有清净。所以呢，华严经来讲，离幻即离，离幻即合，这个即菩提，菩提就是讲讲。这个菩提都叫做实相，该怎讲起来呢？就是你已经无妄言啊，你无生出妄想执着啊，你已经自性已经这个菩提叫做觉，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讲静心在梦中，安静如山中，做单经的第2本的菩提经内底当中，菩提本自性，有无？菩提本来就是自性。本来就是觉，嘛是叫做分，是印度语言叫做菩。那你无妄言，你无有处，你心无攀缘，过去心、未来心、未来心，你拢无啊？
你用亲近啊，心不有处，心不有，你三点就心不有，你心无有一个梦魇啊，心不有处，无一个执着一个处所啊。那安尼你无梦魇啊，你袂生妄心啊，袂执妄念啊。那安尼妄念无时，你马上就进了自性，你叫做自性。那安尼你达到自性。是不是妄言？迄个减一个无啊，还是安尼对？啊。妄言实即菩提是无实呢？哦，妄言减一个无，不是？迄个妄言是无实啊，是无妄言实。哦，妄言无实。哦，妄言无实。不是。哦，妄言无啦吼。心不有处啦吼，妄言无啦，妄言就已经无啦嘛吼。妄言。咁是减一个无。啊。减写一个无。妄言无。无啦吼。妄言无实。哦。妄言无实，就是已经无啦，拢无啦。你袂生妄言，你袂执妄念啊。你已经破题啊，破题已经达到清净啊。咱讲条已经无执着，所以你已经清净的属性走出来。生死，你要看，本来是平等的。好，这个是反对这个，这个是阿罗汉，菩萨的这个，因为无为涅槃就是菩萨，有为涅槃是阿罗汉。所以内而不生，寒而不死，内而不生，寒而不死。生死本来是一如，生死本来是一如，人道生死。你就达到菩提啊，达到生死一如啊，这个叫做凡夫的讲，这个叫做圣人的讲。本来是平等，到一个生死，到一个涅槃，哎，咁条意思？本来就是平等，什么叫做平等？经文经二三分答，司法平等无有隔阂，司法这个法平等无瑕，这个无有隔阂，这个叫哪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哪？叫做无上正见正觉，该讲的是安尼。所以呢，了解，这个法，所以该意义是咩？着境心灭起，这个着境，哦，是不是着境？着就是执着，哦，着就是执着。一切着就是在这个执着，着境心灭起，就来听伊，我去触碰一件物件，我心痛的啊。我听这句话，我心痛的啊。好，咱想讲一句咯，哪有代志啊？过得好就好。啊，过着一件代志，不能免叫咱过袂去，因为咱好，叫做着境。啊，这个着境去着着了后当中呢，心入去就开始生气。因为怎讲？因为你心里接触着了，代表你的心无清净啊。你已经叫境来发现，所以你已经人在甘无法，心有记。你愿做自己的主人，所以你往迄个境来发起。刚才讲起当中，你怀疑这个因情，所以不能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实者相，什么叫做着境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这个是在这里。什么叫做我相？我相就是在这心这地方，人相就是在这境。众生相就叫做分别，受者相就叫做执着。应该那个讲法挺好的，所以着境，着境先袂起，这个着境，这个心，这个心去攀恋的这个境，着就是讲这个心去攀恋的境，安尼叫做着境，安尼两条意思。我去听一句话，我去
听到即句话你明白，我安那，迄叫做着境，我会生咧安那。即个境，我听即句话境上了后，我开始分辨，我的啥物件你明白，开始会哪，因为我分辨出来了后，我会接着做受益，我会做受益。即句话，你甲赞同，因为我先判定着即个境，即句话境上了后，我会先分辨，伊咧甲学了。但是我会接着啥物件，我做欢喜，伊咧学了，所以着境着无论着甲你学了也好，无论甲你做事也好，这你拢一定着境。这毋是你的如如的，毋是如如的本质的本性，所以你只要咱只要先做重要，咱安住就好势。所以不离金刚经的第二本啦，温和应住，温和阿无一切，办公室。要安怎互咱只要心安住就好势？要说互咱只要心会当行就好势。因为咱一世人要修的是修这个心，修就好势。咁然呢？所以因为咱这个心已经判定着经了后，所以咱马上认识，这叫做认识。我讲，这个我，那个话题开始，我叫做我，人叫做对方，有我甲对方的相对了后，走到第三来，伊然后讲，这个叫做有见，你对我做好，你对我做歹，有一个观念，有一个经，有一个话讲，有一个善。这叫做这个叫对立，这叫做对立法，这个唔是叫做绝对法，因为绝对法伊无无常因素，所以无常因素伊走到第三来，伊一定有这两个对立就走到第三来，谁走到第三，这个叫做分别，分别就是这个分别意识，这个分别意识就讲叫做第六识，咱叫第六识，这叫讲到第七识，我。这第六识，这第七识，第六识叫做分别意识。咱若做讲三心专属有无？三心，清净法心、圆满佛心、千百万化心。哦，清净法心专心个台湾囝，圆满佛心专平阴性理心无变。哦，千百万个化心要怎啊？要做妙观彻底。电为讲，把心所作地同来行，这叫做三心专属力。五八六七各因转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做六，这个叫做七。五八六七，五就是咱内必识心，这五识；八就是阿来阿识。但是第六识叫怎啊？叫做意识。哦，第七识叫怎啊？叫做本阿识。五八六七，五八这个音中转，六七音中，行者五八国上。啊，六七呢，这个音中转，以前的行中转，这个咱这个七有没有？这个两七。你注意代志，因为众生，你若马上，你若心你对着境了后，你这第六识转什么物件？转这个妙观察地，意识嘛，这个妙观察术，妙观察嘛，妙观察地嘛。哦，啊那这转平等性地嘛，平等性地嘛。这种妙观察，这个妙观察的意思就是菩萨干，菩萨干。因为咱讲呢，咱人识咱的意识，咱的意识咧，咱你必识真无识，离外口产出物件入来，到第六识来，这个第六识，这个意识，就报到你这个意识来，哦。这个意识，伊若咱用妙观察力，妙就是用咱的妙观智慧来去看到一切。哦，所以佛教菩萨间内底就讲，伊观一切诸法相，阿罗汉观空，菩萨观一切诸法相，当观得到。
所以天河、山河台阶该有发动新的努力，而是菩萨在招。但是伊这个众生上伊当中，伊若分别，伊若当这个是第六识了后，伊当转移三识转四识，这个甲转妙观察力，因为伊转到第七识，伊转不了第七识，伊就转平等性，平等性嘛。那平等无变啊，所以咱讲平等性啊心无变，妙观察力变不讲，所以伊这两字叫做因中转。什么叫做因中？咱称叫做因中，因就是咧做因，咧做因，咱这就是咧做因。好，果上转就是讲你已经结束啊，果上就你已经无上传，就你已经人生的结束，你已经过来，对不对？下辈子就参照咱上讲的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黑福子，哦，迄叫做因果性。因伊内底发中，你所这两识做出来的果，拢做到第几识啊？拢做到第几识啊？这种叫做大众性、大常识。而像这个飞机，因为发生代志了后，就叫做飞行记录器，就是第几识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是你所做的物件，是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两种做因了后，这个物件，伊就是。啊，所以咱理解能力爱怎样起来？而且你袂使去用意识，甲用来这两种，袂使用分别甲执着来做代志。那用分别甲执着，因为伊所做出来物件，咱袂识，所以叫做做恶因，做恶果。你以后要行解出来无困难。但你来当转妙观察，转平等性理心无变，那按你这些，第几识？你做袂叫做清净。哦，能台湾亚裔性清净，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所以着境先来起，你还无着境，就是你这因中，而且还是算的，因中算。咱听有意思，这个时阵，你看到，你无定义，你看到，拢你身体上，甚至所有的动物都是你的好朋友。所有一切拢毋是你的敌人，你的心观拢超清净。你无对立，你无比较，你无计较，你平常吼，但咱即个修炼，你拄着境，你袂发脾气；你拄着境，你袂甲人安怎？所以迄种是咧修内心的功。所以我就会去泰国去讲六道，哦，六道当中，我就讲，我过去无健康，世界无下言。引入道身份，精进道海派，上天道善传，地位道无耻。但是第一道布施叫做两支脚，第六道地位叫两个目睭，有目睭无脚行袂出来，有脚无目睭嘛行袂出来。所以呢，六道内底当中，不当用于布施道用于头前，上第个叫做布施道。但是布施有三布施，有叫做财施。叫做法施，有叫做无施。伊来讲，你历劫所带来业，你若无找到过世的因缘，人开通你一条路，你行袂出。但是你若无用智慧，你若用知识来了道真无道，会甲你带到很多问题。你要用智慧来带这六道，所以人讲六道是哪？第六道是智慧道嘛，叫做六根。哦，第一道就是。布施有三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财布施，还有啥物啊？有慧施。安尼这两字较难行会出。但是世界来呐，引用来精进，来啥物啊？上天，这四道叫做哪？叫做功夫，功夫。因为你修道一定要经过这四道，这四道世界。这个对足侪物件啦，这无说公平。所以我喺个公共的当中，这个标准因为太特别有。你个个听这录音，咱听六道，拢要讲起来，对咱六道就是，因为人讲我很这个六道伊了解六道伊整个结构的整个架构的语言，我听起来也重要来清楚。首先就是呢，第一道叫做布施。
就是因为咱日结下来，多心多结来做高出，你若要少着在世发生危事是亏咯，咱少着一回来错误，你也要说说，中士道就是你讲，面对着紧张、着政治、着商店、着世界的这个讲，受到的痛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呢，你就讲起，伊来了哦，原来阮咧搞五十度、6度就是讲这个物件，阮来有点好，所以才来讲，究竟生得起，如水有波浪，证明有出来。咱人拄着境了后，生得起来，拄着境咱就守着袂命，所以好，哦，其实挺好听。啊，再来呢？微风叫的先，八方的全部到哪里？温者基今年呢？今年呢？趁机毁誉，力衰腐热。这八项袂当变，我就我的心啊呢，一叫如不同如安尼，敢是安尼？讲的真实啊，所以讲好，就应该是甲咱这个人啊，你看我们操蛋啊，实在讲不一样。哦，伊就总归啊咧，凹凸不动，一开就头发干啊，所以迄个不简单，所以真正简单，咱今日无受到一切诸事之言，丢人掉心，但是咱今日究竟生命，咱这个要安怎？你这个修。这个世界内底当中，你要安怎去行要心？你安怎去拄着境，你拄着事，你拄着物，你要安怎安好势？哦，如水有光，证明出来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迄个互人啊徛，你安尼出来，你毋是平安，你安尼生死来，伊甲你讲，离境无生灭，如水上可流，即是平安。离境无生灭，什么叫离境？离境毋是。毋是啦，毋是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，毋是这个物件。因这个物件叫做处，因为离境就是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传。眼见我目睭看到，我心离境；耳听耳孔听到，我心离；目睭看到，我心离。讲，这个才是真正意境。毋是咧用嘴讲的尔，眼见我甲你看到，是袂啦？我呢，较早，哦，咱中营、下营，拢有咧观鸟有吼，观鸟听啦吼。迄拢是有迄个风传，较早有迄个电子情花车了。即嘛是伊什么大咩钢管管那吼，那有迄款的啊，较早我拢袂时阵啊。办电话倒出去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大家大叫就过吼，哦，拄着一个年轻吼，我甚至看到迄个做迄个时候，我拍着真过，哦，迄条个看到迄个电视情发出来，迄前辈说，我想你前辈在做嘛，我从前里，伊可能讲，看迄个物件，以为看，伊走，不见为清净啦吼，所以咱华来当中。当时讲，迄个节目只是希望行出来吼，但是伊为什么讲唔咧听个吼？好，真正你达到眼界，心不乱，耳听心不传，我来讲一个结果，有一个师傅啦吼，啊着一个耳筒啊，去饲安尼吼，安尼看水啦，看水是讲伊水面看来当中，我看伫个溪边咧。我一个人，我一个方面遐历史我咧说是吼，啊，迄个耳筒啊，伊就好奇啊，拍伊啊，伊就带影响，输了奇怪，换只过水，再无落来是偏老去，爱着思念，搁爱着思念，吼，海底当中呢，伊啊，你到底是咧看哪？看，哦，迄个溪边咧。一个所谓的历史，我照你当时我边啊，你当时我边了哦，看出去，这意义很大啦吼，这气候好倒来，叫太极迄个华师地，伊当中一个拍面啊，甲一个米像我边，
所有的事，这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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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无要看对啦吼，但是意思，第三嘛不对，老师傅亲自出马，去了后，发现活汤了，当然是最快这个。老师傅师傅看到迄种诶先生不无，当然啦，但是伊看到，伊心无法放在心上。如如不动，不动如如，唔免得到气息，免得到动了。虽然讲这是一个过程，你家己讲3小时。你种境界就是这个囡仔完全好解决。第二境界就是这个事情，伊安尼想法不是个讲伊，这袂使你想法去发生个。第三个是遐伊讲，这绝对袂使，这袂使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无达到啦，无达到自然意义。大师傅去了后看到，最看得出来，伊讲看到遐物件，当然嘛是对，叫做眼见心不乱。耳听心不烦，我就看到我心不乱。你刚听到我心不烦，这个意见是什么意见？但是咱今日这个啊，究竟，这究竟，这叫做第一究的设定。但是伊安尼讲，你若伊这个理境，这个理境，看到这个境了，伊理境，有意思啦吼。我看到这个境，我无着这个境，我虽然看到啦。为积极的，为心动的积极，叫做理境。所以讲理境无心的，咱这个世界，你要看到什么物件，你要听到什么物件，你看我都控制你唔能，你个呐，空性唔能讲，为你勿述，为你勿听，为你勿言，为你勿动，你有法度，不管是无你袂使看见，啊若拄则去看到呢，无你袂使听见，咱拄则去听到呢。啊，若无做你讲唔对话呢？啊，若无变心的起心动念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伊为什么来讲？以世间法律内底当中，你要听到什么话，你要看到什么景，你拢无法度让你控制。但是唯有就是你家己控制住这个心，所以空性，你就得离bin光经第14文，你上过来到什么讲？欲菩萨心，自发离先心。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。欲菩萨心不自发，欲菩萨心不自发而生心。如人幽默，日光明照，见众生相。离金刚经里第14文出来的。如菩萨心，伊来讲，参照这个菩萨心哦，自发主发，这个主就是解释跟指标的意思。欲菩萨心自发而生心。如人入暗，就参照这样入面一个暗色现象。如人入暗，这不能所见。你今日去就是暗色内底过关的，有看到喏？伊就咧比如讲，一个人伫暗色内底当中，这叫做这叫个人，伊就是无明，伊就是无明。经无明不得来讲，即使菩萨心不足，因为他是不足就是无积极，无积极话而生心。如人幽默，就参照这两个环境；如日光明照，就参照天，一个日光明照见众生相。你听讲哦，你是好，咱有把机会啦，你有法度看什么物件，了了可能清明澄澈哦。这个艺术的讲讲，理境的意境，就参照你这样文字的意思。哦，如水上空流，证明彼岸。如这个水上空流，好，那么他们这个水已经啊，超级高昂起来吼。水啊空流，这个水啊会潮的，当然这个水啊袂潮，因为水的空流，迄个潮拢流掉。咱的心，咱较早人讲有讲啊，流人无讲，啊那流水无动，人讲无。流人无讲，对，这个人有出外出入来外人，有看出个世面的人，伊属于无讲呀。伊物件看来贵，伊想来贵。这前辈较早人讲，流水无动，这个水若有咧流啦，这个水无啥物道。
天天跳，迄喙角啊，拢着爱先对暖，对暖咧水，迄暖若开，迄暖来散，这就是会冷起来。啊暖若开咧吼，迄个水袂开起来，讲迄冬天袂使冷起来。有无？有啦，但是迄阵了要上朋友的啦。好。真的，啊真的袂使啊。吼，哎，迄个讲这个理吼，啊所以咱人。二九有心结，如水相通流，就参照咱这个心，证明体格，证明如水相通流，就是我这个心可以建立某一个因缘，无倒一个因缘啊搞哦，就参照如水相通流，证明体格，体格就讲这个触感，就是咱好看嘛，这个触感，这个触摸，这个体感，这个体感。你对遮系咧调发即个啦，哦，你还阁毋是主干，你已经是体感，就是你调到这个体感，就是咱拄则讲的，那就是一个圆满的解脱，圆满的解脱，这个圆满的解脱，这个波罗蜜，这个波罗蜜，所以你解释的这个可以啦，吼，后面波罗蜜，它已经解脱了，安尼讲意思，有啦吼。好，那这段话我解释到这，接下来解释第二段哦。显地性，显地性，每人靠念，每人靠念，当念之时，当念之时，有梦有悔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无处法者，是法者法。修处行者，是法者行。不修，即还。一念修行，自心定佛。希望通过给出来，这个是该说，该是从边啊到所谓的这段变成讲的，你靠边，哦，显地性，这显地性就是咱讲做用以及情况来的，所以大家哦，你对这点啊情况啦，哦，用别人靠边，当念之时有无有罪啊，哦，他说一个人。卖人靠样，卖就是讲对真理无了解，卖就是讲卖就是讲完全无了解，啊叫做卖吼，我就是不了解意思，所以卖哦，这个卖者千万里吼，按摩者不可笑了吼，不为好。这个别感冒，所以是做对。众生就是你讲的，啊别后边是叫做耐，叫做美。这个美也开始是换意思，这个美开始是换意思。美心，你家己自身都方面叫做美，这个美甲这个三美无相像啊。这个艺术，这个美甲这个耐无相像哦。这个佛家的三脉心叫做正德、正受、正定、正心，这叫做三脉心然后，啊，这个迷呢加这个迷，这个哪个？啊，这个差谁啊？你那个啥少社会哦，所以这个迷者千万里，我这不强，所以他那个做到渔夫适得。还乡道，看来呢，生来死去，见荡情波，渔夫就渔夫，无夫，识别，哦，识别就是讲我意思。虽然你是一个无不是代表作行的意思。无意思对，你也未开悟意思，你也未了解意思，啊，咱讲无心的意思，所以有你会当识别就是什么呀？
互相精进精进，你让识别着大家，识别烦恼道，烦恼道就是咱们规约的迄条生来死去，生来死去都变东西，你让得到迄个互相精进精进，迄个叫做司法平等无有啊，迄个叫做互相精进精进，你若当得到迄个互相精进精进，安尼就啥？有识的你就完全好，生来死去都变东西，嘛有识的。所以美人靠了，当然之时有梦有灰，哦，伊到遮有这个句号，这就是白讲遮这是话哦。因为美人就是讲同时这个了，当然之时有梦有灰，哦，有梦，这个梦，哦，有梦有灰。这个梦，这个梦叫做不信，这个灰叫不解，安尼对了。有梦有灰，梦就是叫做不信嘛，妄言，灰就是讲不正嘛，偏颇嘛，叫不信嘛。所以如果因伊所念的，伊所迷人好念当念之时，有无灰？这个我不一定叫做对立嘛，拢叫对立嘛。伊无了解迄个真正迄个实法，实嘛，所以就是你六祖坛经迄个基础。六祖坛经伊是咧讲，伊咧讲上经法，六祖坛经伊是咧讲菩萨法，无上法。或者开始六祖坛经讲叫做大法，这个大法唔比一般经的人会当理解，而且是见性。所以金刚经第十分内底当中，就当如来心地是人，如来为法大成正说，如来为法最上成正说，若有人受持同上出经，如来心地是人，心地是人，家己心有不可量，不可轻，无一变，不可思议光景。如是人等，即为阿当如来安尼做什么什么？哦，这句话就是不离金刚经第十分内底当中讲的。伊讲如来是为法大成正说，为法最上成正说。当然今日咱六祖坛经，本来是六祖本来为法大成正说，为法最上成正说，本来是这个。那你别就是第几句？如来心地是人，心地是人，如来知你这点人会当听金刚经的大法。恁会当学当哦，如来哪了有什么三摩地？恁会当去听如来传承大业，如来无上的大业，哪了有什么三摩地？叫做如来无上的大业，干你讲。伊个伊后面咧回来讲，所以讲，用乐小我者，即个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为初经不应该叫应该是。伊讲用乐。伊若以经典来讲，就是讲，这个乐，咱会使讲乐觉、乐消化，乐消化者，这个叫做消化。消化要理解嘛？因为咱读六祖坛经，叫做大乘法，这点咱一定要了解，因为这是消化。如果若消化，袂当理解现实，袂当理解法，因为消化拢是对法，所以呢，乐消化者这点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毋是我想我爱听好，我见、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这数点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这数点，这个点就是讲对你的心做产生一种业魔点，我见，你家己对心产生出来物件，我想就是对外口反映出来物件，
迄无现象。你讲，你家己心生出着问题，心血管影响，你要接消化，你只做对消化，消化。干那讲起，你要接着是绿道的轮流法，你当物件哩，因为阿罗汉伊个受数学法考试袂到，真正阿罗汉要先考试袂到，迄只阮爱修12年法咯，菩萨爱修6万年法咯，真正咧阿罗汉起就爱修数学法咯，何况今日你6万，你若小只消化。阿罗汉若无去，迄只我若无去，菩萨若无去，是毋是落来？按十善法、十善法、十善法、十善法，你修十善法，十善法按六道落来内底哦，那还是六道轮回。但是你要进入阿罗汉，毕竟爱十善法，一定爱清净哦。啊，十善法伊相对我叫什么叫好？什么嘴？是不？心三宝，心三宝。所以以前伊来做过实践嘛。啊，那安尼讲，贪嗔痴，阿要进入阿罗汉的内底当中，上歹看就是后边3句叫做贪嗔痴。迄上歹看，因为你多心劫来，你的心理上已经多生。深因为你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去到迄物件就干那去呢？你问去，甲你问方面，讲袂了，真正讲袂了，做着讲袂了，两方面，吼，你也袂那个情况啊？我都无咱方面，偏偏方面去，讲袂了。哦，我都发现看着都心凉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迄是多心个内底遐物件。那母亲就真得意个听袂了咧。因为发袂入的，哦，袂起嘛，所以真正课后边爱3道，而且干呢，要课掉你才能进入掉输入完安那，输入完你就入，你哪有课入？你哪有入性命之流？不入相离场啊！因为我们得教我哋来讲啊，就像是一上无上，我哋来讲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。所以第一，先靠上但念之时，有目有为，念念欲行，是命；念念欲行，是命之色。念念欲行啊，吼，念念欲行，这句话，念念，这句话怎么样？你唔发这句话？咱众生啊，拢随讲讲的。啊，做当面头一句来讲，说通一心通，如意处离空，微传见性法，出世恶下中，这句话无？无享受诶，我这边的无享受诶，第一段都是说通，说通。说通，这个通，心的通，有通无？我这个是讲讲的啊，那讲你的心和什么？不一样。都没有凡事，都没有凡者的，真正咧会讲过的，那心通。所以你个念念欲行，虽然一方有念念，这个念念的地方，你若念念，不有清净念，就是六祖大经第一说通的情况。咱尽量吼，想作者啊，工作者，安那做。我嘛当时做做伙，我嘛在了解做伙嘛，但是后尾这些代志，到个时间。看你那别了，来看几个，所以今日要知道，心说通，心即通，咱就讲心靠对，如你处理空，对不对？我参到这，月牛参到离空的内底，
边位，伊无字，透嘴伊无字，如日处理风的参照者，比如一个袂一个太阳伊可能会当个伊非常的方便，他非传变性法，我今日要传的是变性法咯，这个叫做变性法，变性法是叫做代性法哦。要出世靠写书，今日你今日若无传变性法，你若无靠写书，你要出世。因为凡所有上拢是以我们名，而这个世界内底人，你讲哦，顺流动性偌济，顺流偌济偌济，顺流动性偌济，因果偌济，我世界内人用因果偌顺流动性的伊做法，伊做法，真正的变性法。对到明星变成的话，唔是安尼。明星变成的话，就对你家己内心是高过的，唔是你要去别人呢。你家己内心上高，你家己改变的呢，你家己提升定位呢，通别人变化的拢有呢。这点那是真正，你用的高分呢，唔是你外口物件，因为你传变性话，你今日念念入行，你今日要心口累，你今日要。心，你今日个是靠面对，你个所以来讲，念念着了，生命真实，迄个完全真实个真实，因为你本来负面一个哪，负面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叫做真实，这个思想叫做真实，什么人无负面这是？利用这个证书，就用这小证书来证书。那安尼人讲，你个无离开着你的精神，无离开着你的思想，安尼就叫啥？安尼就叫真相生活。无处发展是发展的，你若当无处着这个，你若当无处着发展是发展的，是发展的，是发展法。是咱无处发展呢，就来讲，好像这步，你若咱面面用言，伊这步来讲呢，面面用言，第二步安怎讲？无处发展。小处行者，小处行，因为咱以色三，咱以色三吼，一年七月，这件事小，这件事小，这件大件。这叫做哦，思想发展，思想啊，关照，思想，哦，这叫关照。这叫问题，思想只要爱家庭发展。这你看看出来，后面这部分一定是方面啦，语发展、文字发展、甲思想发展。这部叫做啥？这部叫做毛。这部叫做毛发展，这部叫做发展，这部叫做回运。哦，这部叫做回运，什么叫做毛？一点修炼，一点修炼，这一点无力量，就
而参与不得东西，你根本片第六番地分出一公范。如是我们一起负责效果，一起一公完，一等一丢成定天能报的。一起现在事情，一起光的效果，一起不一天处理地方问题，二十一或是不做你做这个力量，他们后面修炼一定不要失效，他不恶劣，伊无光光护卫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会当了解到一点修炼者无处发者，你会当去看到了这个实相，会当看到这个实相，是啥人看到？是看到。你第二本叫做显现，而且显现就叫做书的书无地以空性显现的依据叫个名。所以书无地有分做三个名，一个是空性显现。所以显现怎会伊就讲，伊讲书无地在大众中即种自己变得有关有切的配合，这中意义的方面，有写着如来显华严诸菩萨，如来显护修诸菩萨。这个是我哋看到伊观照，伊看到实相，看到不能一念修行，所以我们研究讲叫地方拢总无看到哪位，我哋拢无讲话啊。所以是我哋看到，伊第二本显现去请我哋讲，你如来显华严诸菩萨，你用着啦，你用着清净的意念，三业清净，来教阮教育。因为咱个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叫做心业，叫做意业，心业意念啊，伊叫做十德云罗，心业身对清净，伊用意业，伊用贪心去意业，伊用显护修诸菩萨，伊用三业清净，好业三业清净。你甲咱传阮一遍，伊无讲讲话，所以呢，如来显华严诸菩萨，如来显护修诸菩萨，这是书无地看到了后，伊观照了后，看到如来实相，安尼讲出去话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甲印证，印证哪？现在，书无地如你所说，如来显华严诸菩萨，如来显护修诸菩萨。这句话是啥物人讲的？这句话是有德甲师傅的印证讲，师傅的啊，如你所说，是参照你讲安尼写上。我如来出经往返，行诸作恶，拢是咧显过来诸菩萨，拢是咧显护修诸菩萨。这句话无出发者，来讲表意思。来，念念就行，无离开正念，无离发者。这一本圣人的文义，拢叫做发展，拢叫做地。咱的文义就叫做发展，咱后的叫做哪种的理想。所以呢，念念欲行，念念无离开正念，无离开邪念，无离开正念，念念拢是正念，以念念欲行，以圣人的经典做基础。咱会当按照着圣人的模条、圣人的基础、圣人的本家的物件，肉行来行。那安尼当中，咱就要平常啊。所以内底当中，这几步的内当中，咱要发现，好，念念肉行，是名真相，念念肉行，照着圣人伊那的经典。做咱的，做咱要业做的地啊，乖啊，所以呢，你照着圣人，你当环境来。再来，无处发者，你能了解到，不得当时出去往返，无处发者，这是发这件，发这就是讲两地位，好，后边部位，一点修行，自心定分。这个是小经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咱若做别人甲你讲，这道话讲明是小，关键无义，三八节就去造成。
因为文艺是要那种话，为了让天王领悟啊，咱第一天王，你难道是天王信任的力了？你也当信任之年，甲信任行到身上，啊，那信任是你的信任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啊，自身观念不修，即番一念修炼，就是那个不修即番，不修就是你若修即是番。哦，啊，你若要修一念修炼，一念修炼，你看啊，我老行是什么东西？所以希望我咱各位在培养艺术的当中，咱建立咱风度，建立咱个人意念，有三个心态。哦，后事，后满吼，后尾一般就讲三个心态。哦，以这后尾这两个，无我这个比最上最顶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也是我们的经济以外，CP 用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共集体。感谢点文字慈悲前到一公，分到一公，一般向一到五前3级公以前到一公，大一公，3级公，感谢点文字慈悲一公，分到一公，再一公，3级公，感谢点文字慈悲一公。实价向1到5前3公以前到公，再公，3公，实价每1公，售价点文字1公，分到1公，再公，3公，实价前1公，售价点文字1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感恩。